12岛层心电图仪捐赠给我们县政府消防队、消防局。第一个呢，以目前现在无线的12岛层心电图仪可以在来到医院之前大概就透过我们的警消人员透过专业把这样的一个心电图传输到我们医疗院所了那也可以让我们医疗院所提前做准备。那专业的医师呢，就可以进行判断，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心导管，或者做其他的一些进一步的这样的医疗行为我想这个就是把握黄金时段，在整个路程当中，大概我们医疗院所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我想今天呢，透过林碧云女士还有北港妈祖医院这样的大力的捐助对我们沿海这几个乡镇的乡亲可以说是呢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了重要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多为乡亲们奉献一己之力，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时抢得生命意见。再结合民间医疗机构和民间的力量，来把我们这个医疗做得更好。那心肌梗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在还没有到院之前，就可以在救护车上把它诊断出来，然后把这个讯息 pass 给医院，医院做最快的准备，然后到医院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进到导管室去抢救生命。心脏的一个概况，那借由不同的一个导联，也就是说这12个岛层的一个状况，我们可以推估可能是心脏的哪个血管发生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资讯交给我们的医院。